国际上今日来看西班牙高铁败马烧弄的事故，上无已经造成40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这其中一台也阁是新车，4天前才检查过无问题，明明就走伫咧第三道，安怎会败马烧弄？这事故原因阁爱调查。 这帮浅色的列车败马，而且有车厢严重损坏，零件落规四架。救援人员甲监视人员当咧理清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另外一边红色的列车状况也无介好，这是西班牙自2013年以来上严重的铁路灾难。 Había algunos que estaban muy bien y hay gente que estaba muy mal, muy mal. Trozos de gente, no era gente, era ya un brazo. Te iba encontrando y mi marido pues que vio un niño fallecido dentro, otro niño llamando a su madre, buscando a su madre. 10日暗时，一帮对马拉加驶去马德里的高铁车帮败马，冲去对向的轨道，弄到另外一台对马德里要去维尔瓦的车帮。这帮车也同款败马，而且大多数罹难者甲伤者拢是伫这帮车较头前的车厢。 En este centro y los que hemos podido consultar, pues están tremendamente extrañados del accidente, porque como les digo, es raro, es muy raro, es muy difícil en este momento de explicar. 当局表示已经展开调查，铁路公司 Aerial 表示，在300个乘客的第一帮败马的车是2022年出厂，有较新，4天前才拄检过，败马的原因犹阁毋知。 另外一台载100多个乘客的第二班车是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营运。公司表示，败马的原因初步排除人为的因素。根据调查来的消息，专家发现轨道顶头的帮仔有抹氦气出现空芳，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对着列车来来去去，空芳愈来愈大。负责调查的西班牙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也未回应。官员表示，有过1个月来也无通确定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